說不要不要，縱使加快督察不再害怕，然後在意奔走有否偏差，正是讓我察察出心掛掛。行著的他彷彿赤裸裸跟我話，熱情若冇變，哪管他欺騙放假。但這天收到他消息的親筆信裡面說佢伴侶猛打他，潛意識不安的心彷彿有牽掛。我已特別憤怒，即將爆炸。沒佢老公這天，我安慰，不以甜蜜蜜説話。夜晚黑，只聽到他說不要不要，縱使加快督察不要害怕，持續大叫奔走有否偏差，正是讓我察察出心掛掛。環繞的他彷彿赤裸裸跟我話，熱情若冇變，哪管他欺撈變化。煩惱的他不想進老公家，我在床上滿足他，擁抱他。含着的他彷彿赤裸裸跟我話，熱情並冇變，哪管他欺撈變化。我在床上滿足他，擁抱他。